2023台南新艺奖在台南市长王伟体甲10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开幕。这摆以汇聚的分叉点作为展览主题，作品包含平面、立体、影像以及装置，同时展现出多样议题。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家，这么好的艺术家，可是，在这样不同的议题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形构出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底下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这多样性？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时代因缘底下汇聚而成的一个国家。那我们国家它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文化所凝聚而成。那么我们在这地方汇聚，但是我们又从这个地方开始分叉，走上了我们自己的道路。所以我用这样的概念来凸显出我们大家在一个这样的奖项当中，找到一个自己的道路。这摆在将近400件的作品当中，选出10位艺术家，并邀请14位艺术家在台南的10间艺术空间当中，以无同的对话情景来呈现。新一奖就好像是这个大联盟的牛棚，我说不是，它是我们的生力军以及新的想象、新的思考方向的一个领路者。我们艺术博览会也好，我们台南的文化奖也好，许许多多的艺术工作者、创作工作者，其实在艺术的殿堂里，可能我们只有概念的领先，作品的卓越，没有年纪的赏赐。今年除了展览，也搁特别规划一场旅行导览，让大家一边拜访艺术作品，一边了解到台南这座城市。另外也安排艺术沙龙活动，甲新艺奖的艺术家对谈，针对不同的主题，亲自探讨创作理念。展览为3月16号开始，为期1个月。若是讲想要了解更多资讯，会当就粉丝专页来查询。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。